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9，箴言14章14節到15節安尼講：歹人一定受報應，好人一定得報賞。戇直的人，逐項攏信；通達的人，步步驚心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因所行來受報賞，也逐步謹慎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願感謝你無窮無盡的慈愛，願感謝你逐時逐刻的引帶。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源頭，你是阮患難中的幫站。主啊，當阮困苦的時，你扶持阮；當阮孤單的時，你甲阮同在；當阮夜靜的時，你予阮定心得到快樂。主啊，我要謙卑的心來領受你的教示，也要遵循你的旨意來行。主啊，求你予阮用聽來好款待人，予阮佇逐項代志來榮光你的名，因為歹人一定受報應，好人一定得報賞。戇直的人，逐項攏信；通達的人，步步驚心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